有成熟，夜總每日見過數啲顧客結局，特大嘅胸圍，人又夠醒目，點個零時鐘揾返1500，得錢攞招，喺盤車又買屋，影院撈錢派，貼到你服，佢賺錢時間係曲線形容。個人着數，佢有要鐵路，遊客出5萬，佢任你飽眼福，你肯出多20萬，任你亂咁喐，行家拎我啲鬼佬啊，貼貼服服，佢雖則係剝青衫，佢又是買新屋。錢出，所以行半生。